洪錦元議員。多謝主席。15規劃鞏固提升香港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等傳統嘅優勢，同時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為香港未來發展指明清晰嘅方向。呢個亦都係國家賦予香港重大嘅機遇，亦都係香港融入同埋服務國家發展大局、配合國家高水平對外開放嘅重要平台。國家喺 AI 嘅發展、應用等個方面已經係走喺世界嘅前列。近年創科亦都係成為香港政府政策嘅核心。財政預算案亦推出咗多項重磅嘅措施，包括成立 AI 加與產業發展策略委員會、香港人工智能研究院、首個境外國家製造業創新中心，注資局100億加速河套香港園區同埋新田科技城嘅發展。呢啲嘅舉措都係充分利用咗香港金融、科研同埋人才嘅優勢，結合大灣區製造能力，推動科技創新與產業深度融合，有望喺 AI 及新型工業化領域建立區域嘅領先優勢。如今我哋同國家攜手進入 AI 嘅新賽道，以 AI 為引擎，推動傳統產業升級轉型，同時培育創新科技產業集群，實現產業 AI 化與 AI 產業化雙輪驅動，助力香港經濟高質量發展。主席，我哋香港有超過35萬家中小企，佔企業總數超過98%。喺15規劃分享嘅會入邊，零售同埋中小企嘅經營者對 AI 嘅發展充滿期望，視之為提升效率、開拓商機嘅關鍵工具。但係佢哋普遍亦都擔心選錯工具會增加成本，影響生意，加上缺乏專才，落地應用起步困難。呢啲聲音亦都反映咗中小企正處於數字轉型起步階段。政府應積極回應，推動貼地嘅措施，幫助企業喺低風險、快體驗 AI 嘅好處，從觀望轉為自信採用。針對選擇多怕選錯嘅顧慮，政府可聯同行業協會，按零售、飲食、貿易等行業嘅特徵，推出經證實嘅 AI 應用模板套裝，並配合限時、低成本試用嘅計劃，幫中小企無需自行篩選就可以快速上手體驗，咁樣可以大幅降低試錯嘅成本，激發擁抱科技嘅信心。針對冇專才、無從入手嘅挑戰，政府可擴大生產力促進局中小企支援組技術支援諮詢服務模式，組織相關嘅大學生、IT 嘅專業人士、企業科技團隊，提供一站式現場支援嘅服務，包括業務診斷、工具推薦、安裝培訓等。咁樣即使只有10幾人嘅小團隊，亦都可以喺專業嘅指導之下，逐步培養內部嘅能力，實現 AI 人人可用、處處見效。最後，政府可以透過人工智能研究院建立一站式中小企 AI 起步平台，匯集大學、初創同埋供應商嘅低門檻 AI 方案，並為合資格企業提供首年應用資助，大幅降低初期財務嘅門檻，俾中小企更容易找到適合嘅方案，敢於嘗試並快速落地。總而言之，主席，我期望香港中小企喺應用 AI 方面可以成為更好配合國家擴大高水平對外發展方面嘅一個好好嘅試運基地。本人謹此陳辭，支持原議案及所有修正案。多謝主席。